呢個湯十分清甜美味，散熱潤燥，可以舒緩煩躁失眠、便秘、皮膚乾、眼乾、喉嚨乾嘅問題。100g 乾嘅竹蔗同埋3g 嘅茅根清洗乾淨，然後浸喺一煲2000cc 嘅水裏邊2個鐘頭。750g 半隻雞，切掉頸部、尾部嘅肥膏，將佢斬件，喺一煲滾水裏邊加入15g 嘅薑片、60ml 嘅米酒，放入斬好嘅雞件，飛水5分鐘，沖洗乾淨，將雞件放入煲裏邊。140g 去皮馬蹄，250g 去皮紅蘿蔔塊，蓋好大火煮滾。滾起之後攪動一下食材，蓋好轉細火煮1個鐘頭。2茶匙鹽，攪勻就做好啦。